今日喺金鐘食咗一餐全程有專人服侍嘅韓燒，唔使自己燒，一擘大口就有得食啦。呢個套餐有海膽、有松露、有牛骨水、雞、牛、豬，樣樣齊。食韓燒用生菜包牛肉太普通啦。有冇試過和牛包海膽呢？將肥美嘅和牛輕輕燒一燒，再捲埋啲海膽一齊食，你會忍唔住想食第二件。再試下將生雞蛋嘅蛋黃攪爛佢，將塊牛肉飲晒啲蛋黃汁，放喺個 mini 嘅飯團上面，加多塊黑松露上面，一啖咬落去，夠晒爽。牛骨水都好正，滑捋捋，啜一啖就夠啦。今餐我覺得最正嘅係全程都有專人幫你燒，無論係薄嘅牛舌定係厚嘅牛肋肉，都可以由專人控制火候，燒到啱啱好，食足9款肉類，好滿足。最後再食埋個甜品收尾。呢個布甸正常發揮冇咩特別，可以 encore 的話，我一定會點呢個蜜糖雪糕，有驚喜，甜而不漏，好好味。呢一餐2個人食咗1788蚊。你食過邊一度嘅韓燒好食呢？留言區話俾我知。